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Go》好吧？今日呢，民族的都五味料到味。我今天呢来自休闲农场啊，谈讲那个后生人做人做农事，无抢人来做事哦，而抢嘅系员工，都等用来做农事呢。你看呐，到底是怎么样用蚯蚓来种菜呢？大哥，蚯蚓在哪里？蚯蚓在泥土里面。啊，你为什么偷懒要给蚯蚓种菜，不自己种菜？自己种菜，我们要利用蚯蚓的做分，就是它拉出来的粪便做分解。所以你看到我这一箱里面呢，放了很多这个芦荟的皮。芦荟的皮它的水分很高，营养成分也很高，所以我让它当做它的食物。你说它那个大便能做什么？就是他们吃完这些东西做出来分解的，就像这样子哦。弄一点给你看，这个一小球的。这个它里面的矿物质很高，然后再加上里面它有大概2000万种以上的益生菌。哇！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吃的食物都要含益生菌，对我们身体很好，当做肥料又当做我们土壤里面的这益生菌。这个菜叶底下的根啊，它也会吃到益生菌，土壤里面的坏菌就会比较少。趁我们今天邀请到特别来宾蚯蚓，我们就教观众朋友讲蚯蚓的客家话怎么讲。你别想吓我哦，你不要一直蠢蠢欲动。蚯蚓的客家话怎么说？现公。片工。对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泥土也在这里，就教大家讲土质的客家话怎么说呢？乃正。对，而且你养蚯蚓就是为了来改善这土质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这一句话，就是养蚯蚓改善土质，休闲工改善乃正。休闲工改善乃正。对，讲得很好哎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跟着这个农场的主人，哇，认识他的有机的蔬菜园，真的好可怕哦！看到这蚯蚓，其实现在都心里还会毛毛的。不过观众朋友，蚯蚓的这个字你们会讲客家话了吗？我们来复习一遍哦。来看到第一个就是蚯蚓喽，现公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土质，乃正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，来看到就是养蚯蚓改善土质，休闲工改善乃正。其实蚯蚓虽然我有点害怕它，不过呢，它真的是一个大工程呢。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多多练习，拜拜。